好啦，OK，咁啊，我哋喺呢度咧就講一講第11條啊，都得唔得？咁啊，好快咁樣做多一次啊，因為啱啱拍唔到片啊。好，咁喺呢度咧就我哋望一望啦。第一個咧，我哋要做嘅咧就會係望一望題目要求係乜嘢。咁題目要求咧就係我哋要揾一揾呢度三個三角形啊，邊兩個三角形咧會係全等嘅。好啦，咁你望到11啦，11啦，11啦，OK。咁你見到就六啦，六啦，六，OK。八，但係呢個唔係八喎，我其實唔揀得啦，八。哦，咁即係我知道其實呢個唔關事啦，因為冇八嗰條邊啊嘛。OK，咁所以呢兩個三角就會全等咯，得唔得？咁佢哋點樣全等咧？咁你望一望啦。我哋知道佢係全等噶啦，OK，而且係原因係 S 啦，三個 S 啦，OK，即係邊邊邊啦。咁你三角形 ABC 啊，三角形 ABC 咧會全等於咧三角形乜嘢咧？GIH。點解係 GIH 咧？我哋望一望先。ABC 嘅次序係點啊？A、B、C，綠色、藍色、粉紅色係咪？所以呢度一樣啦，綠色、藍色、粉紅色，所以次序就係 GIH 咯，得唔得？咁個原因咧就會 SSS 啦，OK，就係邊邊邊啦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咧就係第11條。